咁啊，我哋第二節嘅週末限定啦，咁有 Dr. Lester 同我何傑之主持今日嘅節目，亦都有香港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崔定邦同我哋講下旅遊啊，回歸活動期間嘅一啲即係旅遊嘅預示啦。咁早排又興起嚟香港旅遊嘅內地遊客，有媒體咧就影到啊，譬如話可能喺快餐店過夜啊，沙灘度露營啊，咁形容係特種兵旅遊啊，咁亦都可能旅遊嘅生態睇小紅書見好多叫城市漫步啊，唔係點消費嘅，行完亦可能去下小店咁就走啦。咁呢種短時間低成本咁呢種旅遊模式，係咪真係一種趨勢咧？其實佔個比例多唔多咧？嗱，我諗咧，我哋個旅客數字咧，講緊特別內地嘅朋友啦，即係起碼而家目前為止都咧接近咧，即係2000萬啦咁樣。咁咧2000萬入邊咧，有唔同嘅客人咧，佢有啲高消費嘅。咁咧，即係我成日都有一個咧講法㗎。我以前咧，即係畢業之後去旅行咧，咁咧我自己都係咧特種兵嚟㗎。我當然我就冇試過喺咧台北咧瞓麥當勞啦咁樣，但係我都係住咧一啲咧即係好普通嘅酒店，孭個背囊就去旅行啦咁樣。到我今日人大咗咧，我帶住屋企人，我帶住阿爸阿媽，我邊梗係邊可能點特啊？係特別好嘅酒店就有咁樣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最緊要咧，俾個客人咧，咁咧佢咧即係佢嚟第一次，特別佢第一次嚟嘅時候，佢對香港有一個良好嘅印象。我同意咧，我記得嗰個係梁熙賢講嘅，咁佢就話喂，證明咧我哋啲麥當勞好安全，咁我同意喎呢個講法咧，咁樣。冇錯。同埋咧嗰間快餐店都冇特別意見嘅時候咧，我哋旁人咧，即係我又唔覺得有咩特別意見。同埋咧有陣時咧，呢個咧一個城市，我就覺得好似同一個偶像咧，影視偶像一樣嘅。咁咧佢可能佢個經歷嘅階段咧，講緊幾十年。咁咧佢可能咧今日粉絲唔咁咧，佢有一啲係啊，咁咧佢有啲年輕嘅朋友，喂，咁佢都會可能喺10年、20年之後，喂，佢可能成為一個企業嘅高管。咁咧即係佢甚至成為咧可能一啲咧好重要嘅人物，咁咧，但係嗰一年就係嗰2024-25年，佢曾經嚟香港玩，佢玩得好開心，佢就喺間快餐店咧，即係有回憶，咁咧對呢個城市一個良好嘅印象咧，我自己覺得，如果佢冇任何干擾到城市嘅話咧，即係任何所謂你話漫步又好，特種兵又好，你嚟香港蠔遊就更加好添啦。咁樣我完全冇意見呢個係。咁所以佢就算特種兵，佢都要消費㗎。係啊，我覺得好同意咧，即係阿定邦講咧，就係其實可能係我哋其實吸引咗多咗階層，係啦，即係可能之前咧就係吸引啲某啲過嚟消費嘅階層，但係而家咧個城市嗰個嘅宣傳又好啊，或者個魅力啊，係可能係唔同年紀，甚至年青人都多咗。咁年青人當然係可以多啲嘅方法，好似我哋年青嘅時候都試過係嘛，即係可能孭背囊叫背包客啫嘛，背包客啫嘛，可能邊個冇做過啫？即係佢可能體驗呢個位嘅時候，其實佢都可能同時有消費咗其他嘢啊，買咗啲手信啊翻去啊，都有呢啲情況嘅。咁所以其實可能係頭先我都好同意個魅力咧，其實係闊咗嘅，可能一路延續落去咧，佢哋就會覺得好有個體驗啊，再翻嚟啊，年紀增加嘅時候，能力增加再消費多咗咁樣。喺小紅書嘅世界咧，社交媒體就追求標題啊嘛，你要誇張啊嘛，佢哋就興話200蚊香港玩3日咁個標題咧，有人撳去睇啦。咁其實實情佢係咪真係用咗200蚊咧？都冇乜人知嘅。不過個圖係咁寫啦嚇。咁即係佢有時啲風氣咧，就好似慳錢咧，好似有啲吸引咗啲人睇嘅。你平平淡淡咁講喎，3000蚊玩咗3日，咁啊冇乜人理你噶嘛。冇錯。一係就豪玩就30萬3日，咁又有人睇嘅喎。都係喎。即係我哋遲出啲咧，我點樣可以喺香港用30萬體驗？有咪就話住半島，我都睇過啲貼㗎，係住半島，跟住又喺個半島度按摩，跟住點，跟住煲埋架勞斯萊斯咁樣，咁佢又好浮誇，又會有人睇喎。咁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社交媒體生態係嘛？我諗完全根本上就係咧，我哋話齋咧，其實刷流量啊嘛，咁樣咁咧同埋我都覺得喂幾好啊。咁咧起碼咧喂。最驚冇人提起香港，冇錯，呢個就最大鑊。冇錯。咁咧，既然咧，即係喺網絡世界入邊咧，仍然咧，其實我知道香港2個字咧，其實特別喺內地嗰啲咧，小紅書啊或者社交媒體咧，即係呢個咧係流量嗰啲咩流量密碼係啦咁樣，咁幾好
我覺得，其實起碼有人好好講先啦。啊，嗯好好。我想講咧，我琴日先接待咗我一個大學，即係我以前嘅大學同學啦，即係博士班啊。佢係特登嚟香港做咩啊？嚟睇演唱會。係佢最誇張係咩咧？佢係即係你知我哋香港而家係好多宴會啦，係咪？呢即係琴日話阿周生開，可唔可以直接講啊？周生開 show 係咪？周杰倫開 show 係咪？哇，幾誇張係咪都？今日我哋又有得睇啦。咁我朋友點咧？佢係特登嚟就係嚟香港睇，佢係仲要誇張係3日咧都睇晒。哇！佢唔係睇一場，即係我哋香港人邊睇一場。佢搶到3日，佢唔係佢睇晒，唔係啊！佢係嗰啲咧，佢話佢冇啊，嚟到咧就喺即係嗰啲門口咧，可能黃牛佢都要超殺啊！超殺嘅係啊，哇！真係係啊！但係佢你知唔知佢點啊？佢孭住背包嚟嘅啫，即係佢住一個好普通嘅一個，即係類似係賓館嘅形式，但係佢嘅消費喺演唱會度係真係不遺餘力㗎，係啊！係咁，所以演唱會經濟都好犀利㗎，其實嚇，即係算之前謝霆鋒啦嚇，咁都帶來一陣旋風㗎喎喺內地。即係嗰一日有人請我去睇嘅，我竟然係拒絕咗嘅，個個都鬧我，做乜唔俾我啊？你攞咗張飛先啊嘛！我唔好意思啊嘛，攞人張飛再俾人嚇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就嗰個吸引力係咪即係可以提升咧？將香港嗱，我諗咧，其實大家提到咧，我哋努力咗即係1-2年啦。開頭嘅時候，大家就問咩叫盛事經濟啊？咩呢啲都係盛事啊？咁咧呢啲演唱會啫喎。嗱，但係咧我哋睇下咧，即係其實咧過去嗰半年啦，咁咧其實多咗活動之後咧，其實喺個旅客個結構咧已經睇到有轉變啦。嗱，內地旅客數目係有增長嘅，咁咧亦都有咧，即係特別係非內地啦咁樣。即係我簡單總之歸納成為外國旅客啦，即係所謂坐飛機嘅客人啦，嗰度都大概有10幾20% 增長嘅咁樣。咁咧我哋睇到我相信好多個原因，可能係嚟香港參與一啲大型活動啦，例如可能早前春天嘅時候，我哋有七欖啊咁樣。咁咧我哋而家又有咧不斷咧，即係每2個禮拜就有一啲咧，即係巨星啦。冇錯，亞洲區又好，甚至國際級嘅巨星都好咧，佢有演唱會啦咁樣。咁呢個係直接真係拉動咗，真係拉動嗰個旅客嗱，呢啲佢係使咗落去咧，即係個演唱會度嗱，係我哋香港人，我哋香港嘅企業代咗，我哋要呢啲企業要交稅，咁咧佢亦都帶動咗周邊咧，即係嘅餐廳啊等等啊，甚至一啲跨境交通啊，咁咧嗰個其實為香港人咧提供咗好多就業機會咯。呢個我好有感受，因為我哋公司咧，即係除咗周杰倫賺咗佢之外，我哋賺咗好多。其中一個嚟緊咧，應該都係一定係盛事，就係 Blackpink。哇！即係呢啲有冇飛？呢個真係我答你唔到住，係啦，睇下到時阿威文要唔要啦？諗。你見到係點解咧？係真係頭先講唔同地方嘅人啊，即係唔係淨係香港朋友，係其他地方嘅朋友都會問我，喂，有冇機會落飛啊，或者嚟啊咁樣？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真係我覺得做得好好啊！即係政府呢方面，因為我想講呢個啟德呢個場館咧，係吸引咗更加多巨星過嚟。因為我聽講以前係咧，因為紅館可能最多都係萬幾人，但係啟德可以做到4萬幾人啊！咁所以呢樣嘢已經係哇，你 double 咗2倍喎！你一日嘅嗰個流量人流量係多好多。嗰條數好圍啲咯，咁即係呢啲咁嘅國際巨星嘅吸引埋，即係東南亞或者甚至乎去好遠嘅，即係粉絲都會過嚟噶嘛嚇。咁嗰個效應睇唔睇到咧嚇？我完全睇到啦，好似咧今晚咧周杰倫啊咁樣，咁咧周杰倫嘅 fans 咯，根本上喺好多地方，甚至去到咧即係所謂即係北美地區一樣都有好多周杰倫嘅 fans。冇錯，咁佢都會專程嚟香港嘅咁樣，佢嚟香港咪順便探下親咯咁樣。咁咧，咁所以探親，咁所以咧好多嘢係可以咧衍生到嘅。咁所以咧演唱會經濟咧，其實咧係呢個其中即係大家都追求緊一個好大嘅動力咯，係。咁我哋休息翻嚟繼續同阿崔定邦講下熊貓經濟會。好啊。